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繼續嚟到讀12先知書，係咪好興奮呢？我哋基本上已經完成咗9卷先知書，今日剩翻最後3卷，就係哈該、撒迦利亞同馬拉基。咁啊，呢3卷書有少少近嘅，因為哈該同埋撒迦利亞呢2位先知係當佢哋被擄歸回嘅時候，神就差佢哋興起佢哋，叫佢哋宣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就好重要嘅，要重建耶路撒冷嘅聖殿，要重修耶路撒冷嘅城牆。哇！佢哋翻去被擄歸回一個好大嘅目的，就重建聖殿、重修城牆。但係好可惜，呢啲百姓翻到去之後，就個人顧住起自己間屋啊！哇！我間屋緊要啲，哇！將啲錢啊、將啲精神時間啊、努力啊，就放喺自己間屋上面，唔記得晒神嘅殿啊！因住呢2位先至起身，就責備佢哋。點解你哋自己淨係顧自己？你要省察下自己嘅行為，而起嚟啦，讓我哋一齊建耶和華嘅殿，為神作工。我諗今日同樣我哋都面對一個咁樣嘅掙扎。好多時候我哋顧住自己嘅事先，自己嘅事行第一，自己嘅事最緊要，自己要做嘅嘢先做咗先。我哋忘記咗神交託俾我哋嘅任務，我哋更加忘記咗神交託咗俾我哋嘅使命。我哋知道每一個信徒，神都有召命臨到佢嘅身上。我哋要為神而活，我哋要活得好，我哋要見證我哋嘅神。所以呢2卷書，哈該同埋撒迦利亞，都係對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。咁因為佢能夠發出咁樣嘅呼籲，結果神就真係震動嗰班嘅百姓，神又震動萬國，將金銀珠寶都送嚟，於是神嘅殿就喺咁樣情況底下，慢慢終於建成啦。呢卷書得2章啊，首先就講到第2聖殿嘅完工，跟住講第2聖殿嗰個嘅榮耀，跟住就講信服係會帶嚟好多嘅祝福，然後最後講尾嗰幾節就講未來祝福嘅一個嘅應許。有好多時候就我哋排嗰啲優先次序錯咗，我哋唔知道乜嘢係 priority， 先放在前邊。如果我哋將神放在首位，如果我哋睇神係重要嘅，我哋應該先做神交託咗俾我哋嘅工作。有幾節聖經都係好重要嘅。首先第1章嘅7至8節，哈該書1章7至8節，萬軍嘅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哋要省察自己嘅行為，你哋當上山去取木材建造這殿，我就因此喜樂，且得到榮耀。你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如果你建造我嘅殿，我就喜樂，而且得着榮耀。跟住我哋再嚟睇2章7至9節，第2章7至9節。聖經好薄有時好難見好，等一等好得啦。2章7至9節，我必震動萬國萬國嘅珍寶必然會運嚟，我就使呢個殿滿了榮耀。這是萬軍嘅耶和華說嘅。萬軍嘅耶和華說：銀子係我嘅，金子都係我嘅。這殿後來嘅榮耀必大過先前嘅榮耀。喺呢個地方，我必賜平安。這是萬軍嘅耶和華講嘅。萬軍嘅耶和華嘅話係帶住權柄，
萬軍嘅耶和華所講嘅係帶住能力，佢講就會成就。好，第二卷書比較長啦，就撒迦利亞書，一共有14章咁多啊。咁咧，當呢個聖殿重建有10幾年之後咧，就完成咗一半啫。咁撒迦利亞就呼籲百姓要承擔埋未完成嘅責任，於是就鼓勵佢哋要大發熱心投入工作，咁最後呢個殿就能夠成就。第1章到第6章係講8個異象，第7章到第8章係4篇嘅信息，然後由第9章到14章係講2個啟示。我哋需要為彌賽亞去作準備，佢係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彌賽亞將要嚟到。咁有咩重要嘅經文呢？我哋首先嚟睇撒迦利亞書嘅第8章嘅第3節，8章第3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我現在回到錫安，要住在耶路撒冷中，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嘅城，萬軍嘅耶和華嘅山必稱為聖山。耶路撒冷要成為誠實嘅城，神嘅山要稱為聖山。好，然後我哋再嚟睇係9章嘅9節啊，第9章第9節，錫安嘅民啊，應當大大喜樂；耶路撒冷嘅民啊，應當歡呼。看啊，你嘅王嚟到你這裏，佢係公義嘅，而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嘅，騎着驢，就係騎着驢嘅駒子。我諗大家對呢節聖經都好熟，因為喺新約，當耶穌佢最後騎驢進耶路撒冷嘅時候，就應驗咗撒迦利亞先知嘅預言。耶穌係選擇騎起一隻好謙卑嘅驢駒子上邊，哇！啲民眾就將啲衫鋪喺地下，然後搖住棕樹枝話：和散那，和散那！嗱，應當來嘅，要佢係王嚇，應當嚟嘅，我哋歡迎佢。各位，同一班人，佢哋咁樣歡迎耶穌，但係跟住當比拉多審判，問佢哋呢度有一個囚犯，另外就係耶穌，你哋想我釋放邊個？佢哋就話釋放巴拉巴，釋放巴拉巴。咁耶穌點咧？釘死佢，釘死佢。同一班人，佢哋之前係歡呼歡迎耶穌入城，但係現在卻係要釘死我哋嘅主。求神都憐憫我哋，有時我哋都係變態，變得好快，轉態東搖西爆。求主叫我哋堅定我哋嘅立場，一心跟隨主，信靠佢。好，最後一卷書就馬拉基書啦。馬拉基書一共有4章嚇。咁馬拉基書我哋比較熟嘅就話講十一奉獻啊，冇錯，馬拉基書入邊有講到十一奉獻，但馬拉基係一個傳遞復興信息嘅先知。大家都知道馬拉基之後跟住嗰400年被稱為黑暗時期，係舊約完結到新約未開始之前有一個嘅空檔期嚇，黑暗時期有400年咁長，係神完全冇默示嘅，神一啲啟示都冇，神冇興起任何人，神冇差任何先知嚟，神係 silent， 直到耶穌基督嘅出世同埋施浸約翰嘅出現，咁就進到新約聖經。咁
呢位嘅先知馬拉基書，佢係見到啲百姓好硬心嚇，咁因此佢話咒詛會臨到你哋，叫你哋要回轉歸向神，歸向神。咁第1章1至5節係講神對以色列嘅愛係過去嘅，然後跟住就講現在啦。由第1章6節到3章15節講祭司犯罪，百姓犯罪。第3部分係講未來，就由3章16節到第4章完結，就講未來神嘅應許。咁喺馬拉基書裏邊都有幾段經文係好重要嘅，我而家揾一揾讀俾大家聽先啦。首先我哋嚟睇嘅就係3章7節，馬拉基書3章7節。3章7節嗰度點講呢？萬軍嘅耶和華說：從你哋列祖嘅日子以來，你哋常常偏離我嘅道路，而唔遵守偏離我嘅典章，唔遵守。而家你哋要轉向我，我就轉向你哋。你哋卻說：我哋如何才能夠轉向呢？神話你哋轉向我，我就轉向你。佢竟然間問點樣轉向？真係豈有此理啊！我哋回轉，離棄惡道，歸向神，咁就係回轉歸向神。好，然之後我哋睇第4章嘅5到6節。看啊，耶和華大而可畏嘅日子未來以前，我必差先知以利亞到你哋嗰度去，佢必使父親嘅心轉向兒女，兒女嘅心轉向父親，免得我來要咒詛遍地。原來神要做一件大嘅工作，佢要差一個有能力嘅先知以利亞嚟到。好多人話施洗約翰就好似呢個大有能力嘅先知以利亞一樣，佢要宣告，讓父親嘅心轉向兒女，兒女嘅心又轉向父親。我哋今日都要為我哋每一個人嘅家庭祈禱，讓我哋家庭當中充滿和諧，充滿神嘅恩典，充滿神嘅祝福，叫我哋嘅心係柔軟嘅。我哋聽到神嘅聲音，我哋根據神嘅吩咐去行，轉向歸回。做父母嘅更愛你嘅兒女，做兒女嘅敬愛你嘅父母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。這是第一條大應許嘅誡命。求神喺今日呢個末世嘅時代做更大嘅工作，叫人心轉向神。所以我就介紹完12卷先知書啦，願神賜福俾各位。